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遐个上帝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万主的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咱直接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73首，答阮感谢上帝，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圣、至高、至大、全能的阿爸爸上帝，主愿感谢阿罗你。今仔日是旧历年上尾摆的圣的主日，阮双连教会众兄弟姊妹同齐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耶稣听阮双连教会的祈祷，在阮双连教会欠缺，亲自祝福阮双连教会，差派你的罗卜蔡正道牧师，成做阮双连教会的主任牧师。主啊，阮双连教会全体一致的所有的兄弟姊妹有深深的感受。阮要伫个双连教会后一个100年的开始，重新来敲找主你伫双连教会新的意向。恳求主耶稣，你亲自带领帮赞阮的蔡牧师以及阮的牧师团队，成做你好的同工，领受你对双连教会的旨意甲命定。阮双连教会不但成做宣教的教会，也成做正教会的祝福。主啊，阮犹原也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过去的一年，阮无常常去关怀人，
也无认真困读圣经，直到阮福音的果子少少。主啊，求你赦免阮，赏赐快乐互阮，赦免阮的软弱，求你的灵时常来激励阮，互阮勇敢去传主的福音。主啊，阮也要为着遐个辛苦病痛的、心神软弱的、破病住院的，主啊，求你亲自医治因，祝福因，互因紧紧恢复健康，心神勇健，转来教会来敬拜阿罗尼。主啊，伫年尾的时阵，我要算效你互阮双连教会稳定。主啊，阮深深体会，阮双连教会是一间领5000的教会。我们伫济济所在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我们伫三支安养中心、新庄的托老中心、双连幼儿园以及双连大楼，阮一一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知你过去祝福阮满满饱饱伫阮的教会，阮也要更加认真来训练助你的工人，来对未来收割迄个福音的果子。恳求主耶稣随时成做阮双连教会的帮站。主啊，求你祝福今早起来双连教会做礼拜所有的正兄弟姊妹，互因来做礼拜，诚做因一世人上重要、上意爱的代志，互伊会当今仔日领受你满满的祝福。主，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无够额，即时主，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讲：愿你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像你伫天里。阮的日食也咧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试，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伫遮咱三甲来启用，我来启各位来用。启用15篇，咱掀开信息后面23页，诗篇65篇。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路伫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下。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你出你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管压田园，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角用五角做麻来砍。伫遮咱继续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81首，日月如梭，哪水在流，请起立。
济，直接来学乐，咱欢喜邀请圣歌队来咱学乐，因为学乐的是敬拜基督君王。伫遮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第二是诗篇134篇第1节到第3节。阮先读哈巴谷书3章17到19节。结束无花果树无结果子，葡萄树也无葡萄。结束橄榄树无结橄榄，田地无产五谷。结束羊群拢死了，牛条内无牛。我游玩要因为上主来欢喜，因上帝我的救主快乐。至悬的上主赐福，赏赐我快乐。伊互我亲像母鹿共款，骹步稳行。伊互我伫悬山顶安稳行踏。另外一个所在是诗篇134篇第1节到第3节。上主的正罗卜啊，爱学罗上主。所有夜间的圣殿侍奉的人，拢爱学罗伊。恁爱伫个伊的圣所中举手来祈祷。恁爱学罗上主。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锡安赐福互恁。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助甲祝福。伫遮，咱要来邀请咱本堂的牧师、牧师来传讲的信息，伊的题目是年冬的
感恩甲祝福，咱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上帝信息进前，咱大声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伫寒冷的寒天的中间，你犹原赏赐阮有温暖，互阮欢喜阮的心、阮的骹步，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你，搁领受你的话语，互阮的心神得到活，诚侪阮心灵的活命的美娘。主，阮感谢你，也求你来赏赐你的福气，互阮，求你的圣神也拍开阮的心灵、阮的目睭。也互阮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诚侪阮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旧历过年进前最后的一个主日，伫即个拜五就是除夕啊，咱拢要围炉啊。礼拜六是新正初一，伫遮嘛甲咱提醒一下。咱伫拜六早起的10点半，咱有新春的礼拜，欢迎咱初一早，咱来教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华人的社会有两个过年，就是新历的过年甲旧历的过年。咱讲新历的过年，才拄过无偌久，就是元旦。真侪人，特别是少年人，拢会参加跨年的活动。到伫遮个出名的所在，亲像101美丽华吼，伫遐来参加即个甲人伫遐来倒数看烟火，非常的闹热。总是咱新历的过年假期只有2天，较短若定。那安尼比较落来。旧历的过年就较久，上无有5天，所以咱伫旧历过年的时阵，咱会当安排较侪的活动，咱嘛会当利用时间，甲厝内人好好啊团圆，或者是去拜访亲情，然后出外去旅游咱讲爱新春爱行春爱行才有春，咱嘛会当来好好啊来休困。备办过年过来继续伫咱的生活、伫咱的事业来拍拼。所以，若是用安尼来看，咱台湾的社会犹原是较重视旧历的过年。过年的气氛甲心情嘛较无共款。犹太人因犹原是有2个过年，头一个就是搬过节。搬过节，咱知影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是纪念上帝的拯救。这个节日关系到以色列民族因的生存甲因的来源。另外，犹太人因的过年，因的另外一个新年，差不多是每一年9月中，伫遐来做因一年的开始。伫因的新年。有10天，当然毋是伫遐休10天，因可能休头2天。但是即段时间10天的中间，拢叫做新年。伫第1天叫做分扫角的日子。若是伫有圣殿的时，就是祭司伫遐咧分羊角羊的角羚羊的角。若是即马因可能是伫会堂。有遮个列比、遮个教师伫遐来分即个羊角，伫遐主要是要呼召人来悔改、来反省。伫犹太人因过年的第10天，这是上重要的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犹太人因认为上帝的生命册拢会记载人即一年所有的行为特别你有啥物好的、啥物歹。但是伫赎罪日即一日过，就会甲砍起来。意思讲，你即一年你所有的罪过，你若是无有赶紧认罪、无悔改，你的罪永远就记伫即个生命册的顶面。所以伫赎罪日，
因爱禁食，伊嘛爱到伫会堂伫遐来祈祷，伫遐来赎罪。伫遮咱看到犹太人伊的搬过节以及新年，拢是因重要的节日，这就是用因的农业生活做基础。搬过节大约是伫春分了，所以是伫春天，是遮个农作物开始生长的时阵。因的新年另外是伫即个秋分进前，差不多就是农作物来收成的时阵。因伫秋天，因看到即个树叶仔对树顶伫遐来落落来，这是代表死亡。总是伫遮个背后，因也期待新的生命。所以咱看到犹太人因用秋天来做一年轮替的时间，就是通过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互因的人生另外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伫遮咱看到，毋管是伫东方的过年，也是犹太人，也是其他所在的过年，拢是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改变、代表换新，以及对伫未来的期待。总是咱嘛要想，未来真正敢会较好？咱拢介意听到好听的话，人甲咱讲恭喜、祝贺的话，咱拢听过，亲像明天会更好，但是明仔载真正会搁较好吗？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咱读到哈巴谷书第3章17节到19节，大声先知讲：蟋蟀无花果树无反应，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无收成，田园无出五谷，巢内无半只羊，羊巢、牛巢也无牛。先知伫遮是安怎伊会安尼讲？先知敢是应该爱讲祝福的话？亲像咱嘛拢希望会当有牧师甲咱讲祝福的话、鼓励的话，互人有望的话。但是先知是安怎伫遮咧讲遮个看起来真悲观的话呢？大先咱爱知影先知的角色是啥物？先知的职责就是引带人民来遵守上帝的话，然后正确来敬拜上帝。所以咱嘛会当看到，特别伫圣经内面，伫遮以色列历史的中间，若是先知出来的时阵，或者是先知讲真侪话的时阵，通常是即个乱世，就是讲世界局势真无好，或者是人民社会真混乱迄款的时代。特别就是国家甲人民因离开上帝的时阵，所以先知就会出来指出因的罪恶。伫旧约，咱嘛会当看到，遮个先知也常常是无受人欢迎。当然，咱即马伫读圣经，咱知影讲，遮个人因真正是上帝派来的先知，但是咱嘛看到，遮个先知敢是常常互人拒绝，常常互人压迫，甚至会去用掠去关，去互国王甲杀死。但是另外，阁有一种的先知叫做假的先知。遮个假的先知，因常常会配合遮个有权势的人，或者是遮个领袖，也是讲遮个有利益的人，伫遐讲大家真爱听的话，互遮个人民失去敬戒的心。当然，遮个假的先知嘛会当伫遮来得到遮个利益，咱伫圣经嘛会看到。当然，咱即马伫看圣经，咱知影讲啥物人是真的先知，啥物人是假的先知。但是伫迄个时阵，人常常是看袂出来。伫先知哈巴谷的时代，犹原是乱世。迄个时阵，北边进前因分出来的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但已经去互亚述帝国来消灭。虽然即个亚述帝国伫迄段时间嘛捌威胁到犹大国，
就是南边即个留落来即个较细的国家，总是好佳在遮个危机也拢一个一个解除。咱若是读圣经列王记读以赛亚书，咱就会当看到遮个故事。总是伫东边伫以色列、伫犹大国的东边，佫有一个另外新的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帝国。伊非常的强然后伫遐真努力对伫即个亚述来用兵要出兵要甲亚述来攻打落来。所以即个时阵，亚述虽然进前捌真强过，但是伊的势力就开始慢慢揪起来。伊的势力嘛离开即个犹大国的北边，反倒转即个时阵犹大国伊会当佫有气力，然后就北去将进前以色列国甲因占的土地甲一寡城市甲因占转来。即个时阵，遮犹大国的人民因就掠准讲，国家即马已经真好势真太平甚至敢若真强的款。总是先知哈巴谷，伊伫遐已经看出来，即个巴比伦伊得要来统治即个亚述国。甚至嘛继续来派兵来攻打犹大国，所以先知伊就向上帝提出呼求，搁伫遐来责备遮个罪恶。啥物款的罪恶？特别是以色列人因对偶像崇拜的罪恶。咱来知影，伫旧约的偶像侪拢是甲农业生产有关系。亲像咱所熟悉的即个巴力，咱拢会读到，这是代表丰收甲生产的一个神明。所以嘛，伫遐来延伸出侪遮个甲淫乱有关系的风俗，这拢是上帝所厌恶的代志。上帝定定伫遐派出先知，嘛提醒因来照着上帝的律法去行。主要就是爱遮以色列人甲遮个迦南地的人有分别，因为迦南地的人因以往就是拜遮个神明，遮个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上帝爱以色列人甲因分别，专心来敬拜上帝。所以哈巴谷伫遮伫讲，可能伫未来的日子的中间，遮个生活会拄着困境，咱爱注意哈巴谷。伊的表达是渐渐进展的。伊大声伫遐伫讲着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这是伫迦南地三种真重要的果子树，也分别代表春天、夏天、秋天三种的产季。若是无花果树伫春天的时阵来结果子，伊会当做无花果的干，还是无花果的饼。葡萄是伫热天的时阵来结果子，会当食，会当做干，会当来做酒。这是真侪人拢介意。橄榄树会当生橄榄，这个橄榄会当加油，当然嘛，伫因的食面中间嘛会当来食。总是咱看到遮个拢是属于叫做经济的作物，毋是民生必须爱的食物。若是无有遮个果子树，人抑阁袂去咬着，但是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总是先伫继续讲到遮个五谷，这就较严重，因为人拢爱食五谷，特别是即个小麦、大麦。若是无有五谷，人可能就食较无较好，但是呢，有缘袂枵死，因为若是有羊、有牛遮个动物，因会当食草，因食草了后就有奶，因为古早遮个以色列民族有缘是即个饲牛、饲羊遮个畜牧业，所以咱嘛看到圣经伫遐咧形容迦南地是流奶甲流蜜的土地，因为伫遐有水草，
互牛甲羊会当食着奶。啊，有果子树，啊有芳，会当去遐树遮的花蜜花粉，啊，就有即个蜜。所以圣经讲，即个土地真好，有草有果子树，是老嫩甲蜜的土地。总是咱看到先知哈巴谷伫遐继续讲，情形会搁较严重，因为连牛甲羊可能拢无去啊，可能是拄着瘟疫。可能是拄着抗旱，连草拢无去，拢死了了。嘛可能是拄着战争，也抵到遮的牛甲羊，拢去互政府征收，还是去互敌人来抢走去。总是就算拄着即款的情形，先知哈巴谷伊犹原继续讲：我犹原要因为上帝来欢喜，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快乐。咱来知，这毋是一种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家己安尼感觉拢无要紧，毋是，嘛毋是一种叫做阿 Q 一种叫做精神胜利法认为讲我家己好势就好然后家己去转换，毋是，这是一种出于对上帝有气力会当帮助的信靠的宣告。所以伊继续讲。至悬的上帝赐我气力，伊互我亲像鹿母共款骹步稳行，伊互我伫悬山顶安稳来行。当然，伫台湾咱已经较无看到啥物鹿啊、啥物羊伫山野伫遐咧走，总是咱绝对袂去听到讲鹿啊也是山羊跋落来袂就算是伫真。悬或者是真滑的路，因犹原会当走甲真好势。先知伫遮用安尼来形容伫讲，伊的气力甲平安，毋是对遐个讲会当互人丰收、互人得到真好势遮的心明来，嘛毋是伫遐伫倚靠埃及或者是倚靠巴比伦遮的真强的国家来。是对信靠上帝，互伊会当有信心来面对未来的挑战。伫过去2016年的中间，咱看到台湾社会有真大的变动，小英政府来上台，咱台湾有经历第3遍政党的轮替。当然，毋管你是支持啥物款的政党，或者是你的政治立场怎样，总是咱爱知这是伫华人社会真重要的一个民主的成就。咱讲华人的社会，即马就剩中国、新加坡甲台湾。咱看其他的国家，因绝对毋敢想讲啥物叫做政党轮替。当然，毋知是毋是真正会发生。总是台湾会当安尼。经过遮个，我想这嘛表示讲，咱诶民主诶素质继续伫成长诶中间。虽然是安尼，咱嘛看到台湾内部咱诶政治、咱诶经济犹原袂当真稳定。虽然看起来股票有起，但是人民诶大部分诶生活犹原是共款，无真大诶进步。咱嘛看到咱的社会真济的议题，也阁无法度得到真好的解决，甚至继续伫遐伫讨论，也是讲伫遐伫抗争。当然伫国际上真济人拢会注意嘛，拢需要注意川普总统伊已经上任啊，伫台湾时间是昨昏伫1月美国是1月20。伫遐来上任，真侪人嘛拢对伊有所期待，真侪人嘛会想讲，真乐观想讲，伊是毋是会照顾咱台湾，也是讲会提升咱台湾国际的地位？事实上，咱爱知影，川普伊是啥物款出身呢？伊是生理人，所以伊真清楚知影啥物叫做利益。但伊即马是美国的总统，伊讲的
事实上，有关是美国国家的利益，所以今仔日台湾伫美国眼中，除非咱会当对因的国家利益有贡献，若无，咱会知吼，美国有关是将台湾当作因伫甲中国伫遐伫谈判的一个机制吼，咱华语讲筹码安尼那点。这是咱应该爱认清楚的事实。其实，咱看旧约，咱若是研究遮以色列人的历史，咱嘛会发现，台湾伫国际上咱的处境，甲旧约时代以色列真类似、真相像，拢是周围有遮真强的国家。过来，伫地理上。也是叫做兵家必经之地，毋是兵家必争之地，就是讲人若要经过就经过，毋管你要欢迎伊无，伊若要过，你着爱互过，伊若要摕物件，你着爱互摕，这叫做兵家必经之地。但是咱台湾甲以色列的差别是，以色列因伫陆地顶面甲遮个国家拢有相接。所以真容易互敌人就来入侵去。若是台湾，咱四周围拢是海，所以也安尼形成一个真天然的隔离。这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真好的保护。咱伫哈巴谷书，咱也有读到，今仔日伫哈巴谷来看，就算犹大国因拄着迄款的情形。总是先知犹原提醒人民，毋通为着经济来拜遮个偶像、遮个假神，嘛毋通去倚靠遮个真强的国家来帮助伊，却是着爱倚靠上帝的拯救甲帮助，这才是上主要、上大的福气。今仔日伫台湾嘛是共款，咱台湾有真水的土地，福尔摩沙。是美丽岛。圣经讲，以色列讲迦南地是老练甲美丽地，咱就感觉真好啊。事实上，你若去以色列，你若看，其实北边加利利较青翠，安尼若定。若是到伫较南边，耶路撒冷以南，拢是咱叫做旷野，也是讲拢是石头的地，安尼嘛叫做老练甲美丽地。台湾毋知要留啥物，但是咱嘛看到，以色列因即马因出产的即个蔬菜、青菜、水果，真侪拢是外销到伫欧洲，趁真侪钱。所以咱看台湾其实有真水的土地，上帝互咱的祝福。台湾嘛有真拍拼的人民。台湾的百姓嘛，拢真善良，对无？咱毋敢讲是啥物意思？你敢无善良吗？当然，咱伫社会看到一寡遮个社会事件，好亲像真歹，当然新闻拢是报无好诶嘛。过来啥物所在无歹人，但是至少，咱伫台湾生活，你嘛感觉真自在，你嘛感觉真好势。上帝互咱。踮伫台湾即块真水的土地，但是咱欠缺啥物？欠缺信心。特别咱欠缺有正确的信仰所带互咱的信心。这是因为咱大部分的人抑阁无认捌上帝。咱基督徒伫台湾，当然抑阁是少数。虽然伫台北，咱会拄着真侪基督徒。但是除了离开台北以外，真侪所在抑阁无教会，甚至基督徒的数量嘛真少。整个比例来看，基督徒伫台湾犹原无超过10%。所以，伫遮咱爱拍拼，咱爱为着台湾祈祷，咱爱求上帝赐福。搁较重要就是互福音会当传遍。到伫台湾每一个人的心中，我相信，当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敬拜上帝，会当来倚靠上帝，
这就是比所有遮强的国家会当带互咱搁较侪的福气。最后，咱一年的结束，年终也是感谢上帝，祈求上帝赐福，搁咱互相祝福的时阵。伫教会拄则司会长老也有感谢上帝，咱伫过去的日子，上帝回应咱的期待，咱的祈祷，因带蔡牧师来到双连教会，诚侪咱的主任牧师。打伊来也要继续带领咱双连教会。咱嘛看到蔡牧师为着要互咱伫信仰搁较清楚，所以伫伊即几个月的讲台信息安排，拢安排系列的主题，就是礼拜，就是祈祷，就是读圣经。也搁来伊伫过年过2月初7。也要开一个课程，叫做小组的课程。伫遮嘛邀请咱拢会当来报名来参加。因为今仔日是过年前最后一个主日，搁来着过年，搁来着要上课。所以提醒咱念咪礼拜煞会记得会当来报名。毋管你是毋是有参加小组，或者是你希望参加小组，或者是你无参加小组，拢会当来上课。过来，咱嘛要感谢上帝，伫咱的个人，伫咱的家庭，是毋是会当有缘有感谢上帝的所在？敢知过去的一年，咱有欢喜，有艰苦，有失去，嘛有得到，或者是互咱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毋管怎样，咱拢有通好感谢上帝的所在，敢毋是？至少咱即马阁会当坐伫遮。来敬拜上帝，这嘛是通值得感谢上帝的所在。伫咱的周报，咱会当看有页一份即个粉红色，即个过年围炉家庭礼拜的天数。这就是要互咱伫咱除夕咱围炉的时阵，咱除了厝内人团圆来食饭，阁会当用礼拜的方式。来感谢上帝，咱当分享过去一年中间上感恩的代志，佮为着过来的一年，咱的计划甲期待，咱会当伫遐来分享，互相带导，彼此来祝福，这是更较有意义为路的方式。咱今仔日所读第2段的圣经节，诗篇134篇。咱知这是一首以色列圣殿暗时祈祷的诗歌。蔡牧师伫12月18号也有用这首诗篇的经文来讲道。这首诗，咱搁一遍来看，伫遮第1节、第2节是遮的朝圣者，遮的伫圣殿伫轮班的祭司，伫遐来呼吁。伫遐来要求，伫遐因讲，恁遮的迷失伫上帝殿伫侍奉的仆人啊，着称赞上帝，恁着圣所举起恁的手来称赞上帝。伫遐祭司嘛回应，佮甲因祝福讲：愿创造天地上帝对锡安赐福互你。咱注意，伫遮伫原文的内面，头一节有讲到。上赞，或者是俄勒，甲第2节伫遐俄勒称谢，以及第3节的祝福，拢是共一个字，伫原文的内底。因为使用的对象无共，所以翻译出来用词也无共款。但是用伫人对上帝，就是俄勒，就是称谢、称赞；若是用伫上帝对人，就是祝福，所以伫遮咱会当有一个画面，当遮的祭司徛伫圣殿，伫遐代表遮的百姓、遮的朝圣者来称赞、来阿乐上帝。相时祭司也代表上帝来祝福遮的百姓、遮的朝圣者。当然，咱伫现代，咱知已经无有遮的圣殿、遮的祭司的制度。
伫基督教内面，就亲像咱所讲是万民皆祭司，人人拢是祭司。咱会当随时来到上帝面前来学乐、来称赞、来感谢。相时咱嘛伫上帝面前领受伊的祝福，相时咱嘛对人来祝福。所以伫即个岁末年终的时阵，咱伫上帝面前来献上咱的感谢，将所有的学乐、称赞拢归互伊。咱相信，伫过来新的一年，毋管是啥物款的境遇，若是有上帝甲咱伫地，伊就要赏赐咱教业的快乐，甲教业的稳定。这就是咱上大的福气。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区，伫咱的国家，拢有上帝带领甲保守看顾，佮通过咱诚侪咱周围的人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因带阮经过旧的一年。当伫即个阮面对新的一年的时阵，阮祈求你继续带领，继续施落你的恩典互阮，就亲像你过去的带领、你的祝福一样，也通过安尼，互阮有信心来面对新的一年。主愿相信，毋管阮拄着啥物款的境遇，若是有主你甲阮三角伫地，主你就要帮助阮，继续来引带阮，来经过这一切。因为你已经互阮诚侪你的囝儿，你也将你大的恩典福气互阮，互人来看到，相时阮也会当来引带人来亲近你，也互因会当领受你的福气。阮伫遮献上阮的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直接继续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97首，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阮，请起立。Oh
济，咱直接要来奉献，未奉献的大声，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双连教会做礼拜兄弟姊妹。如果你未填迄个留名卡，麻烦你，阮真欢迎双连教会正做你属灵的家。你若填好了后，等下收奉献的执事，你就放喺迄个奉献袋仔内底，互阮有机会来认捌你。会所伫10楼遐有分享带你简单介绍双连教会以及我会当提供的服务，甚至为你来祈祷，来线接来奉献。起立，同齐来祈祷。至圣阿爸爸上帝，我阁一摆献上感谢，特别是伫旧年上尾摆的圣主日，阮献上满满的感谢。特别上帝，阮的钱银献互你，愿你的圣工诚济，阮传福音有力的器具，主求你使用阮，互阮伫阮的一生当中会当诚做你传福音的勇士门徒。主，阮阁一摆献上感谢，愿你祝福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坐。咱续接，咱请谢牧师来介绍欢迎新来宾。代表双连教会欢迎第一遍伫遮甲咱敬拜上帝的兄弟。我遮有名单吼，金美玲，林金美，对香港来，伊是写英语啦吼，所以是应该是林金美。欢迎。欢迎伫遮甲咱敬拜上帝。毋知抑阁有兄弟第一遍来，无写留名卡无？请起立，互阮来欢迎你。欢迎遮个新朋友会后到伫贵宾室，互阮爱望同工来甲恁接待。以上也欢迎每一位来到上帝面前，追求伊慈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咱即个时阵要来报告。歹势，我来补充报告，拄跳过，是的。报告大先有一项消息要各位讲，本会林振堂长老伫个顶礼拜3正月18，伫美国安息主怀，愿上帝安慰遗族。咱来看。周报第5页，小会公告：第一，经2022年12月份定期小会议决通过，要伫个2017年2月12第3场的礼拜了后，要伫咱即个所在10楼礼拜堂召开2016年年度的会员的好会，为着要互顺利来进行，请在即个会员踊跃来出席吼。如果你若有要请假，因为病业，也是讲要出差、旅游等等，请一定爱请假。本会消息第一，若有消息要刊登个周报，正月29甲2月5的单位，请伫个明仔载中昼进前。将你的刊登的消息的内容，看是 email 或者是传真来到办公室。第4项，请咱的会友咱听惜咱双连教会的公务咱毋要伫迄个咱的坐椅的椅背放一寡无要滴的物件，或者是咱的坐椅的下骹咱树林堂薄薄的怎黏咧遐咱会当。发挥咱信息基督徒会听来听咱教会物件，感谢各位。第2项，农历春节的时间，在即个正月27甲2月7日，春节的假期的中间，若有啥物代志会当敲电话互蔡牧师祝大家新春蒙福。第2就是新春全家福的感恩礼拜特别是。你若有要来献诗的，咱以一个家庭的单位这是咱好的传统首先来报名，咱来安排第3点，正月29第1场、第2场、第4场、第5场拢暂停正月29，敢若第3场，咱伫即个所在10点半会聚会报告以上，咱请牧师来牧养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互阮诚侪你的囝子，会当伫你的家来领受你所赏赐逐项的好，你的福气，你的恩典满满，甲阮三角地地。总是阮有缘来要为着遮个阮肢体中间有软弱、有欠安的，来为因祈祷。特别阮也为着林廷成长老伊的家族来祈祷，也求你来亲身来安慰因，来刺激因的目屎，也互因会当伫遮个
拄着亲人死讯的中间，会当有对你来的安慰甲帮助。主伫即个时阵，阮也要为着阮兄姐、阮的肢体中间有身躯欠安的，主你来保守看顾因，无论因伫厝内底休困，或者是伫病院接受治疗，主你拢差派天使甲因三角伫地，也通过医生的帮助，通过所食的药，也互因会当来恢复健康，会当转来伫阮的中间，甲阮做阵来敬拜。主呾伫寒天、伫天气变化的中间，也求你保守阮中间年岁大的士大人，以及抵抗力较无好的人，也互因会当来得到健康，得到你的保守看顾。呾伫过来阮也要过年，阮也需要出外，或者是旅游，或者是要探访亲戚朋友。主你也保守阮，拢会当伫路途顶面来得到平安，得到你的看顾。特别主你也伫遮个过程的中间，你使用阮，互阮诚侪福音的使者。当阮伫甲阮的亲戚朋友伫致接的时阵，主你互阮会当有机会甲因来分享阮对你所领受的恩典。通过安尼，主你也使用阮的影响力，也互因会当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也诚侪因生命中间上大的福气。主也求你来保守看顾遮一切。阮安尼祈祷，拢是倚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营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上营煞请谢牧师祝祷，请起立。赏赐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5万。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切恳。